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 Hea Mom 而家睇樓牛。咁正當全世界嘅西方國家都不停咁樣收緊佢哋嘅移民政策，唔歡迎新移民嘅時候呢，紐西蘭竟然與眾不同地呢，唔單止歡迎啊，更加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呢，放寬佢哋嘅移民政策。務求吸引更加多嘅人呢移居去紐西蘭㗎喎。咁3年前，亦即是2023年嘅時候呢，我已經同大家分享過呢一個超簡單嘅技術移民計分方法，只要儲夠6分呢，就可以即刻響紐西蘭呢申請 resident 㗎啦。3年後嘅今日呢，估唔到紐西蘭政府呢認為呢一套嘅計分方法呢仲未夠容易啊！於是除咗繼續放寬原本嘅呢個6分嘅計法之外呢，另外再開多2條途徑俾大家，等大家呢即係唔夠學歷嘅朋友呢，亦都可以呢過去紐西蘭嗰度生活嘅。咁所以而家呢，如果要技術移民過去紐西蘭嘅話呢，由今年2026年8月24號，亦即是過幾日啦，就已經開始啦。咁就由1條嘅 pathway 呢變成3條嘅 pathway。咁所以今集嘅節目呢，我就會同大家分享呢3條唔同嘅 pathway 啦，睇下邊一條呢適合大家嘅。咁分享完呢3條嘅 pathway 之後呢，我都會分享下，因為我喺過去10年啦，咁我就住咗喺紐西蘭5年啦，咁而家就住咗喺澳洲5年，咁我都好希望同大家呢分享一下呢，究竟呢2個國家呢有啲乜嘢 pros and cons， 睇下呢邊一個國家更加適合大家去生活嘅。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到我 channel 嘅話呢，我 channel 主要呢就係分享我喺過去30年入邊呢生活過嘅3個國家啦，包括呢加拿大、紐西蘭同埋澳洲嘅。有興趣嘅網友呢都歡迎免費訂閱我嘅頻道，再撳埋個鐘仔，咁下次有片出嘅時候你就知道啦。首先第一條新嘅 pathway 呢，就係叫做 Skills Work Experience Pathway， 亦即是呢技能工作經驗途徑。咁喺現時嘅政策底下呢，亦即是喺8月24號之前，咁技術移民類別呢，簡稱 SMC， 咁佢嘅申請人必須呢就要響收入啦，又或者係學歷啦，又或者響職業3樣嘢入邊是但一樣呢，要首先攞到分數先。然之後先至可以將你唔夠嘅分數用咧喺紐西蘭境內嘅工作經驗嚟儲夠呢6分嘅。咁但係咧由8月24號開始啊，SMC 就將會提供呢一條新嘅途徑，允許你咧只需要工作經驗就可以獲得居留權。咁呢個咧就係同原本嗰個儲分嘅 pathway 咧係分開嘅。如果你有以下嘅條件咧，咁你就將會有資格使用呢一個嘅 Skills Work Experience Pathway 啦。第一個條件呢，就係你必須要喺澳洲同埋紐西蘭嘅職業清單，亦即是 ANZ SCO 嗰個嘅技能級別呢，係屬於1至3嘅職業入邊有一份呢正喺度做緊啦，又或者呢已經有 offer 嘅工作。咁人工呢，至少就係要有技術移民別類工資門檻嘅1.1倍。嗱，咁喺現時呢一刻，亦即是8月18號我錄緊嘅呢一刻呢，嗰個嘅工資門檻呢就係35蚊啦，1.1倍呢，亦即是時薪呢係38個半，年薪呢大約係77000嘅。咁再提醒大家。咁呢一個嘅時薪呢，係我而家錄影緊，亦即是8月18號呢一刻嘅最新資訊。咁所以如果咧大家真係揾到嘢做嘅時候呢，記得要去 check 翻呢佢嘅最新 update 嗰個嘅資訊啦。第二個條件呢，就係你要喺你嘅職業入邊啦，至少有3年嘅相關工作經驗。咁你嘅職業呢，亦即是呢，同頭先啱啱講過一樣啦，要喺嗰個清單入邊嘅 level 1 to 3嘅職業先至得嘅。仲有一個條件呢，就係你要喺紐西蘭呢擁有額外嘅2年工作經驗啦，同樣呢，都係要喺嗰個職業清單入邊啦嚇。咁而且呢，工資呢，亦都係同頭先講嘅一樣，就係咧呢個工資門檻嘅1.1倍啦，咁亦即是咧38個半時薪啦，又或者係大約係77000嘅年薪嘅。但係大家要留意嘅咧，就係如果你現時嘅工作啦，又或者係嗰個 job offer 咧，係喺呢個 Amber List 入邊咧，咁你係需要咧係額外嘅條件咧，先至係可以申請到 resident 噶。咁我睇過呢個額外嘅條件咧，應該就係嗰個嘅時薪佢嘅要求咧，就 instead of
1.1倍咧就係1.2倍嘅，所以係35蚊嘅時薪啦，乘1.2，亦即是42蚊啊嚇。咁年薪咧就係84000左右嘅。Amber List 咧係包括以下嘅職業：accommodation and hospitality 嘅 manager 啦，hotel 又或者 motel 嘅 manager 啦，baker 啦，B&B operator，cafe 又或者餐廳嘅 manager 啦，chef 啦，customer manager 等等嘅。咁大家咧可以去翻下邊嘅資訊欄條 link 度 check 翻，慢慢睇。同埋，如果你現時嘅工作又或者 job offer 咧係喺呢個 red list 嘅入邊啦，又或者咧係喺呢個職業清單入邊屬於咧 level 4，又或者係 level 5嗰啲嘅職業嘅話咧，咁你係唔符合資格用呢一條嘅途徑去申請 resident 嘅。咁以下咧就係呢個 red list 嘅職業清單啦。咁呢個清單咧就包括美容㗎啦、剪頭髮㗎啦，同埋咧旅遊業啦、零售業啦、服務業嘅 manager 啦，幫人做 massage 啦、general 嘅 retail manager 啦，都係咧係喺呢個 red list 入邊嘅。咁換句話嚟講咧，如果你咁啱做開呢啲行業嘅話咧，咁你就唔可以使用呢個 pathway 啦。第二條新嘅 pathway 咧就叫做 trades and technician pathway。亦即是係如果你有一門手藝嘅話咧，咁呢一條嘅 pathway 就可能啱你啦。如果你符合以下嘅條件，就可以用呢個 pathway。第一個條件呢，就係你必須要係響合資格嘅 trade and technician 嘅行業入邊工作緊，而且咧薪金至少要係響呢個 SMC 工資門檻，亦即是現時人工嘅中位數字。就係啱啱同大家分享過嘅35蚊時薪，又或者每年大約7萬蚊年薪。第二個條件就係咧，要響紐西蘭嘅 NZQCF 認可嘅4級或者以上有相關嘅學歷啦。咁我幫大家 check 過，如果我冇理解錯嘅話咧，只要係紐西蘭認可嘅同你工作相關嘅證書或者以上咧，應該就已經可以符合呢個條件㗎啦。第三個條件呢，就係至少要有2年半嘅相關工作經驗啦。咁你嘅工作亦都係同頭先第一條 pathway 係一樣嘅，一定要係響紐西蘭同澳洲嘅職業清單入邊係屬於咧 level 1到 level 3嗰個嘅職業入邊咧，先至係合資格嘅。咁同埋咧，另外咧就需要多1年半響紐西蘭本地嘅工作經驗。而且薪金要求亦都係同頭先一樣，亦即是現時嘅薪金中位數，即是35蚊時薪，又或者係大約7萬蚊年薪嘅。至於乜嘢係合資格嘅工種呢？大家可以去翻呢度 check 翻。大家要留意嘅呢，就係如果你係自僱人士嘅話呢，咁你嘅工作經驗係唔可以被計算在內嘅。咁呢兩條全新推出嘅 pathway 呢，佢哋要求嘅工作經驗係有時間性限制嘅。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呢，呢兩條 pathway 同樣都係有2項嘅工作要求。第一項咧就係相關嘅工作經驗，咁唔一定咧係要響紐西蘭境內攞嘅。咁呢一類嘅相關工作經驗嘅時間限制咧就係10年。咁 let's say 如果我要用第一個嘅 pathway 咧去申請 resident 嘅話，咁我係需要擁有3年嘅相關工作經驗嘅。咁呢3年嘅相關工作經驗咧，我必須要響我入紙申請 resident 嗰一日起計倒數翻嚟10年以內咧，我一定咧係要獲得呢個嘅工作經驗，咁樣先至係合乎資格嘅。咁亦即是話咧，有啲工作經驗咧，我已經係10幾20年前攞噶啦，咁嗰啲咧就唔可以計算在內嘅。咁另外一樣嘅工作經驗咧，就係呢個嘅 skilled work experience 啊，咁亦即是咧紐西蘭本地嘅工作經驗。咁呢一個嘅工作經驗嗰個嘅 time frame 咧，就係你需要嘅工作經驗嘅2倍時間。咁亦即是話咧，嗱，如果同樣咧，我都係行翻第一條嘅 pathway 啦，咁就需要多2年嘅紐西蘭本地嘅工作經驗噶嘛。咁呢2年乘2嘅話咧，咁亦即是4年啦。
咁亦即是話咧，我係有4年嘅時間咧去攞我呢2年嘅工作經驗。咁同樣地咧，呢4年咧亦係由你入紙申請做 resident 嗰一日咧起計㗎嚇。由於今集嘅製作過程咧比我想象之中要長啊嚇，因為咧即係講緊移民政策，我唔希望咧解釋錯誤俾大家聽，所以咧我決定咧將呢集嘅節目就分開2集嚟出。不過下一集咧過多2日我都會出埋去㗎啦，大家唔使緊張。未訂閱嘅網友記得訂閱，再撳埋個鐘仔，咁下條片出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咁喺下一集嘅節目，我當然會繼續分享埋咧最重要嘅嗰個，即係大多數人我相信都會行嘅呢個嘅計分制度啊，儲夠6分就可以申請 resident。咁究竟咧佢有啲乜嘢新嘅改動咧嚇？咁我下一集就會同大家分享，同埋咧會同大家分享咧我即係生活過呢2個國家，澳洲同埋紐西蘭。如果中意我呢條影片咧，都記得 CLS 支持下我啦。唔知講咩好嘅話，打個1字就 OK 㗎啦。我哋今集節目到呢度，下集再見，拜拜。